后来韩流到位，宜兰一个乡亲真着急，因为伊1年前同居的女朋友带着因一岁后生离家出走。这乡亲说，女朋友也无留任何的消息，电话嘛来关机，将近1个月无消无息。这2天寒流气温大降，伊是真担心2母仔囝的安全，已经来报警，而且收50万，要拜托大家该斗找人。快点带小孩子回来。展成是讲，伊的1年前同居女朋友拉拉，在月2八带拄满1岁后生离家出走，无留任何消息，手机也嘛关机。那天有喝一点酒，然后回来就睡觉了。凌晨2点多起来就都没有看到人了。展成是一直落目睭，因为伊真侪工无困好，干来当看手机啊，高做影片思念因。小孩子生出来没有不到1个月，他就把小孩子带去给他朋友照顾啊，然后他跑去桃园工作这样。拉拉离家出走，毋是第1摆，今年1月就捌走过。当时展成想找到人，嘛无怪伊，电到逐个月，互拉拉3万块，互伊寄倒去印尼。2个人本来要去印尼结婚，不过因为疫情才无去，想要到11月底，佮带后生离家出走。最担心的就是小孩子生病啊什么啊。展成是讲11月29后生要注水煮疫苗，不过叫拉拉带走。耽误着做疫苗的时间，加上这几天天气真冷，展成是真烦恼母仔囝安危。除了报警，嘛想50万，希望民众斗3天找人。他回到我们圆山乡的住家之后，就搭乘计程车离开计程车司机把他载到台北火车站从此就音讯全无。宜兰警察讲，拉拉是失联的移工，已经派人去调查，嘛调查出拉拉头一摆离家出走，是因为当时伊面水人伫咧台中梨山调查非法移工，所以拉拉才会秘伫咧桃园。即摆无的确是共款的代志，不过嘛是爱等找到拉拉，确认母仔囝平安，才来详细了解伊是安怎要离家出走。